呢位同學問嘅，佢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個係修菩薩戒係咪6日內過午不食，以及6齋日內係供菜食呢種事情喺戒壇裏面，全戒嘅師傅都會同你講清楚嘅，而菩薩戒本裏面亦記載得好清楚，一定要認真去讀戒本，去學習祖師大德對戒本嘅注解，無論係梵網經抑或係瓔珞戒本，都有古大德嘅講解。講得最淺顯嘅弘一大書律學33種都可以提供俾你做參考。第二個問題，菩薩戒受咗之後，可唔可以再受五戒？菩薩戒就包括咗五戒喺裏邊啦。咁即係話你大學畢業啦，仲使唔使去讀小學？就係咁嘅意思。呢位同修佢話佢係大連嘅居士，殘疾唔能夠自立，由同參道友代我請老法師開示念佛5年，剛念嘅時候進入仙道2個月，已經附身，每日讀經念佛，聽老法師嘅錄音帶，並懺悔回向，俾冤親債主，到寺院做超度，至今未離身，念佛唔得力，臨終時又怕障礙，點先好？咁的確係好嚴重嘅問題。懺悔唔得力，係我哋嘅真情心唔夠。如佛都教我哋知情就能夠感動，上可以感動諸佛菩薩，下可以感動天地鬼神。你修懺悔做超度佛事，都冇辦法感動你嘅冤親債主，係你嘅誠意唔夠。確實，咁係第一個因素，你要再懺悔，以真情心求三寶加持，以真情心先能收積功德。你嘅功德讓俾冤親債主共享，冇話唔受感動㗎。總而言之，就係真情心唔夠。呢位同修問嘅問題好簡單，人間短短幾十年，死後會去邊度？呢種事情你應該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啦。人死咗之後去邊度？佛喺經上
同我哋講得好多，隨業流轉，完全喺你自己做嘅業力。你呢一生做作善業，你絕對喺三善道；你做咗惡業，難免會墮三惡道。念佛求生淨土，佢嘅去處係非常殊勝嘅。去西方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嗰個地方。呢一位同修係用鉛筆寫嘅，佢嘅顏色好淡，睇起嚟就好費力啦。第一個問題，屋企時時會有蝴蝶、飛蛾同甲蟲飛入嚟，我時時對嗰啲蟲仔講：歡迎你哋嚟聽師父講經同念佛。但係唔好將屋企嘅窗口凹槽當做你哋嘅墳場。一段時間之後，發現窗口凹槽度少有昆蟲嘅屍體，佢哋都去咗邊度？呢種事情亦要問你啦，唔好問我。所以你有誠心對待佢哋，有誠意有善意，佢亦懂得，佢唔會嚟干擾你。你能夠睇到呢種跡象，你就知道小動物亦通人情，呢一點好重要。佢話在家居士身着短褲、襯衫誦經念佛拜佛，如唔如法？唔如法。我哋對尊長要禮敬，同樣嘅道理，你屋企今日有貴賓嚟，總統大人到你屋企度訪問，你可唔可以着短褲底衫嚟接待佢呢？同樣嘅道理啦嘛。連我哋世間國王大臣總統，我哋都要着禮服接待。見佛菩薩點可以唔着禮服呢？我哋見到佛像應該要見佛如佛在，生起咁嘅恭敬心先得。所以咁完全係一種敬意，要養成習慣。呢一位同修寫嘅係今日聽你講經，講到佛教藝術、音樂等。藝術同舞蹈係魚同水嘅關係。中國中央台以播放少林武僧呢種小型嘅舞劇，將舞蹈、武術、武僧嘅武功融為一體，搬上舞台同大眾見面。請法師指教，今後亦即係21世紀佛教藝術中嘅佛教舞蹈係咪有發展？點發展？因為我從事舞蹈事業40幾年，又係三寶弟子，好關心佛教舞蹈嘅未來。你呢種諗法好好啊！我哋佛教裏面同天主教、基督教相比，我哋嘅人才缺乏，
可以話係非常缺乏。我哋對音樂、歌舞、佛法裏頭係非常重視嘅，但係呢個時代亦可以話大概最近200-300年，佛教都冇藝術人才出現。好似喺明末清初嘅時候，有一位法師寫過一個劇本《歸元鏡》。呢部劇本我哋翻印咗好多，佢係京劇，內容係講慧遠大師嘅，仲有永明延壽法師同蓮池大師佢哋3個人嘅故事。劇本寫得好好，我睇過，所以將佛法搬上舞台，古人都諗到啦。而家科技發達，我哋更加希望能將佛法編成電視劇，咁樣效果仲大添。可以每日送到大家嘅屋企度欣賞，接引錯記係最方便嘅啦。所以從事呢種工作嘅，希望能夠有一個正確嘅目標、正確嘅方向，努力嚟做呢種工作。呢種理念一定要對全世界弘法。當然，除咗你本身藝術修養之外，佛法嘅修養亦要相當度假。如果唔喺佛法上落功夫，呢個藝術嘅形態係有內容呢？冇啦，咁仲係達唔到教化眾生嘅目的。呢一位係鄭居士，佢問咗2個問題。第一個，逢星期六、星期日精進念佛，靜坐後段快速念佛時，由於中氣唔夠，覺得氣喘，唞唔到氣，所以呢個時候必須停止出聲，改為默念，咁樣如唔如法？可以，咁如法。念佛最重要嘅係心裏面嘅佛號唔中斷，口度念佛畢竟受到我哋體質嘅影響，所以你念得快，念得慢，默念。古人講金剛持，金剛持係口喐冇聲音，採取邊一種方法，自己覺得好舒適，咁就得啦。所以係冇定法㗎。第2個問題，琴日聽經提到，無意浪費常住嘅水電等等呢種罪，連佛都幫唔到忙。我馬上醒悟，用錢布施俾長住嚟補過，因為我嘅過失而造成嘅損失，咁樣可唔可以免我嘅罪過？咁可以。我諗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呢種係小事，唔係大事情。呢一種浪費呢，
我哋自己知道啦，嚟補償，咁應該冇問題，因為呢種係過失，唔係罪。佢話今日我希望全世界各地嚟參學嘅同修，能夠將念頭一轉，將隊電費當成我哋自己嘅，應該要俾錢，咁樣嘅話，自然就唔會造成浪費長住一分一毫啦。你呢種觀念唔正確，應該點做呢？時時刻刻養成節儉嘅習慣，咁樣先好。絕對唔係話因為我自己攞錢出嚟，我就可以隨便咁亂用，咁做法仲係唔好㗎。總而言之，修行係要修正自己嘅錯誤觀念、錯誤嘅行為。佛教我哋真修行，長住係提供修行嘅地方，幫助你成就你。意思喺呢度，係要改你嘅習慣，成就你嘅德行，所以要懂得佢嘅意思，知道自己節儉惜福就好。喺長住呢，尤其重要嘅，唐朝時候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提倡共修。喺佢哋之前呢，共修呢有，但係冇規定，亦冇任何約束，多數都係自修。大家喺埋一齊，只有討論、研究、學習經教，共同喺埋一齊。修行確實係個人嘅事情。我哋可以想象得到，喺嗰個時候，一定有啲人懈怠、偷懶，冇辦法克服自己嘅習氣。祖師大德睇到，覺得非常可惜，所以提倡共修。共修係點嘅呢？依眾靠眾，大家生活埋一齊，都要守紀律，咁先能將自己嘅煩惱習氣克服。自己冇能力克服，要靠大眾嘅力量，咁係一件好事。當年建叢林、立清規，用意就喺呢度啦。所以我哋喺道場參學，參係參與、參加，學係學習啦。參學就係我哋要參加呢個團體，跟佢共同學習，你先真正得受用。如果我哋嚟到呢個道場，自己用一個特殊嘅身份，冇辦法同大家生活埋一齊，冇辦法同大家一齊學習，咁你就完全錯啦。而且會點呢？錯得好離譜添。當然，而家嘅社會民主自由開放，尤其是好多同修係從海外嚟嘅，我哋唔方便講。你嚟幾日，何必得罪人呢？大家結個歡喜緣幾好啊，唔結冤仇啊，所以就唔講啦。你做得愉唔愉快，反正時間好短，就唔多講啦。但係我哋講經，各位問到呢個地方，咁就唔可以唔講，唔講呢，對唔住你。你冇辦法隨順大眾，你要知道你嘅過失喺邊度呢？呢啲過失，你如果話從戒經度去結罪，呢個罪好重。你
破壞呢個僧團嘅形象，咁係咩罪呢？破和合僧啊！破和合僧嘅果報係阿鼻地獄，所以我時時勸同學，呢個道場係個正法道場，每日講經念佛，一切都有規矩，上軌道嘅。我哋自己嘅生活習慣已經養成咗唔好嘅習慣，實在冇辦法一齊啦。我哋自己應該知難而退。我離開呢個道場，我咁就係護持道場，我絕對唔破壞呢個道場嘅形象。你嘅功德無量啊！你做咗一件好事啊！你唔離開，又唔肯隨眾，破壞形象，你嘅罪過，我哋而家一句話都唔講，冇一個人會話你，你嘅果報係阿鼻地獄。呢種道理同事實唔好唔知道啊！佛法，我哋喺念三皈依嘅時候都念過，皈依僧眾中尊。呢句話係點講法呢？宗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團體，社會團體好多啦。我哋佛門亦係一個團體。4個人以上就係一個小團體，就成眾，眾中最為尊貴。現代嘅話講，值得人尊敬。佛法呢個僧團喺世間所有一切團體度最被人尊敬嘅，佢尊敬喺邊度呢？佢係個和合僧團，咁就值得人尊敬。呢個僧團裏面冇爭論，都能夠遵守六和經，呢啲戒條啊，所以佢係和睦僧團，係社會一切團體嘅模範團體。你如果將模範團體破壞咗啦，形象破壞咗，你呢種罪幾重啊？一定要知道呢啲道理。呢個團體裏面有好多規矩習慣，我做唔到，我唔參加，我唔去嗰邊，咁咪得咯。如果係住喺裏面，住一日就要遵守一日規矩，住2日就要遵守2日規矩。住喺嗰個地方唔守規矩，人可以原諒你，你嘅行業唔會原諒你。你呢種業絕對墮三途，咁係唔能夠唔知道噶。呢一位係楊同修，佢有個問題，佢話弟子係修淨土念佛法門嘅，弟子有個女，嫁咗入天主教定係基督教嘅家庭，女婿同外孫都由佢嘅母親祖母拉咗入教，但係佢哋都喺度工作學習，冇參加活動，亦唔信。呢個女而家仲未信教，亦未信佛，冇燒香。信佛同燒唔燒香冇關係嘅。咁嘅狀況，本人想替佢哋祈求家庭平安、和睦、工作進步等，可唔可以？可以嘅。無論佢信咩宗教，
你學佛為佢回向都有好處。只要有真情心，佢話可唔可以替佢哋嘅祖先超度啊？亦可以。佢哋祖先之中有一個係非常需要超度嘅。以上問題懇請法師開示，可以㗎。我哋而家7月居士林啱啱有超度嘅法會，你可以為佢寫個牌位，一齊超度，咁樣慳好多功夫，亦慳翻好多手續。居士林呢幾年上下一團和睦，幾千人喺呢個地方活動，呢個地方確實唔可以話係圓滿嘅六和敬，可以話初具和敬嘅規模。呢個道場睇唔到有人爭執，彼此都能夠容忍，彼此都能夠諒解，大家都能夠和睦相處。所以社會對我哋有好多好嘅好評，呢啲社會好評感動社會大眾，鬼神一樣亦感動。喺呢個時代，我哋道場雖然唔係相當完備，所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勉強仲算過得去。咁係三寶加持，龍天擁護，我哋要愛錫呢個道場，喺呢個道場認真努力學習，為呢個道場增光。咁樣一定得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佑啦！各位喺呢個地方時間唔長，喺呢個地方學習之後，要將呢度修學嘅精神方法帶翻去。亦有人提議，最好一年能夠嚟2次，咁樣仲好。呢個意見好好，時間好短，嚟2次，提醒自己到呢個地方嚟參加共修，咁係好事情啊！下面係遼寧同修問嘅5個問題。第一個係還受生債係點嘅一回事？有啲僧人師傅專靠佢做佛事，話能轉定業，啱唔啱呢？呢種事情我亦唔懂。佢下面有個括弧，佢話我曾經多次勸一位尼師，一個人嘅定業唔能靠佢轉，何況念佛人誦無量壽經。呢位師傅話欠陰債需誦金剛經多少次，咁搞夾雜啦。但佢好難接受，我應該點至好？你唔好理佢就得啦。你要點做呢？呢種事情我哋勸人哋唔接受，你就唔好再諗點做啦。越諗你就越難搞啦。勸佢唔接受就算啦。我哋做朋友嘅本分盡到啦，接唔接受係佢。呢個受生債大概係欠鬼嘅債，欠過去人嘅債，我諗應該係咁嘅意思啦。
轉定業就冇可能。我哋喺佛經裏面睇到，釋迦牟尼佛唔能夠轉定業，諸佛如來都唔能夠轉定業，邊有能轉定業㗎？咁係冇可能嘅事情。但係債總係要還嘅，還債係好事，但係唔好再欠債，要懂得呢種道理。學佛嘅同修都能夠體會到，就算我哋呢一生唔爭眾生嘅債，過去生生世世接觸佛法嘅機會少，冇接觸佛法嘅機會太多太多啦，邊有唔造業嘅道理㗎？無量劫嚟，一切眾生同我哋結怨，冤仇債務糾紛唔知道有幾多，所以菩提道上困難重重啊！障道嘅因緣比比皆是，我哋要知道呢啲因從邊度嚟嘅，就係無量劫過去生中所做嘅唔善業。我哋點先好呢？佛教我哋教得好，將我哋自己修行、誦經、禮佛所有功德回向俾佢哋，我做嘅善事通通俾你哋，咁就係還債啦。回向偈要從內心裏面真正發出懺悔回向就有用啦，唔係念下冇用㗎，有口無心冇用㗎。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將無量劫嘅恩人、冤親債主都包括喺裏頭。有恩嘅我回向俾你報恩，有怨嘅我回向俾你，將嗰啲冤結解除。所以回向一定要出自內心，真情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嚟修回向。但係回向自己要知道攞咩嚟回向。我哋呢一日之中真嘅有做好事啦，先有嘢回向。嗰日成日都冇做好事，淨係做壞事，壞事點樣可以回向呢？我哋今日起心動念，一切作為確確實實係利益眾生，有利佛法，冇做錯嘢，呢一日嘅功德先有回向嘅內容啦。光念回向偈冇內容唔得㗎，要有嘢回向咁先得。勸家親眷屬，你個好朋友，你勸一次兩次佢唔聽，就唔好再勸啦。三次四次就變成仇人啦。應該點樣做呢？自己認真努力修學，做榜樣俾佢睇。過個2、3年再見面，佢睇到你比我好喎，大概你修得唔錯啦，佢嘅念頭就轉啦。
我喺台灣，喺中國大陸有唔少同學朋友啊，都係10幾歲就識㗎喇。佢哋唔信佛，一睇到學佛搖頭。你點會搞迷信㗎？我呢個迷信搞咗50年，搞咗半個世紀啦。而家佢哋見到我點頭啦，你啱㗎。我話我啱，你就快啲學啦。我而家俾佛經佢，佢會念啦。你教佢念佛，佢亦肯念啦。點解呢？我哋做出模樣俾佢睇。我哋嘅年紀都差唔多，企埋一齊比較下，係好簡單嘅事情啊嘛。所以道家親眷屬唔在乎一時，一時勸佢唔聽，過幾年、幾十年再嚟勸佢，佢就會回頭啦。年紀大咗，佢閱歷深，遇到困難亦多啦，容易回頭。後生嘅時候血氣方剛，自信心好強，唔容易接受。所以我哋有耐心去等待。第二個問題話，遼寧有一批唔食鹽嘅修道者，並稱咁係如來密法，念佛往生可以提高品位。請師父開示，呢種係正修定係外道？世尊喺入般涅槃嘅時候，入滅之前就係臨走之前，非常慈悲，知道我哋後世嘅學人有好多困難唔能夠突破，呢一條係最重要嘅。所以佛教我哋4依法一定要記住。4依法第一個，依法不依人。法係乜嘢？係佛嘅經典。唔食鹽可以提高品位，去查下大藏經。你將大藏經由頭到尾仔細爬一次，睇下有冇呢一句。如果有呢一句，你就將佢講出嚟，我哋大家都得利益。如果冇呢一句，咁係佢講嘅，唔係佛講嘅。我哋相信法，唔好相信人，依法不依人。係佛法定係外道，仲係咪佛法？完全睇佢有冇經典做依據。無論修學咩法門，佢有佛教經典做根據嘅，咁就係正法。唔依照經典，自己諗啲方法嚟修行，咁就係邪法，唔係正法。所以佛教我哋依法不依人，經典亦有偽造嘅，咁事情就好麻煩啦。我哋要點樣去選擇呢？我嘅老師一再囑咐我，要以大藏經做標準。中國最後刻嘅一套大藏經，龍藏，乾隆時代刻嘅。佢裏面所搜集嘅經論都靠得住。如果係假嘅，唔係真嘅，絕對冇可能收喺藏經裏頭。所以藏經係我哋嘅標準。現代人就好難啦。而家民主開放，佢自己嘅著作、朋友嘅著作都可以放入大藏經，
而家印大藏經好方便，好平。於是我哋嘅選擇絕對要依靠古本。古本大藏經裏頭有冇呢本書？冇呢本書，咁就好難講啦。藏經係俾我哋嘅標準，依法不依人。佛又好慈悲咁話俾我哋聽，依義不依語。呢句話好重要，要依佛經所講嘅意思，唔一定依靠語言。呢句話令我哋覺悟啦，經典匯集係可以嘅，匯集就係依義不依語。你睇同一本梵文嘅經本傳到中國嚟，好幾個人翻譯就有好幾種唔同嘅版本。金剛經梵文原本只有一個版，喺中國有6種譯本。我哋而家流通嘅版本係鳩摩羅什大師嘅譯本，玄奘大師亦有譯本，都係同一種梵文嘅版，譯得唔一樣嘅。到底邊個啱，邊個唔啱呢？都啱，依義不依語。要了解其中嘅道理啊！第三句話教我哋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咩叫了義？咩叫不了義？能夠幫助我哋了生死出三界嘅就叫了義。嗰部經再好，對我嚟講，或者嫌太深，或者有困難，我冇辦法受持。修學呢個法門好難得利益，對我就係不了義。淨土法門教你念阿彌陀經，念阿彌陀法好容易，好方便，又可以了生死出三界，對我嚟講係了義。所以了義不了義嘅標準係喺個人。一定會幫助你超越六道輪迴，往生極樂世界，咁就叫了義。於是喺末法時期嘅了義經就係淨土五經。老實念佛就係了義啦，咁就叫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最後一句話教我哋依智不依識。呢句話用而家嘅話嚟講，學法要依理智，唔可以依感情。依感情一定會行錯路，要依理智，要依智慧，要有理性，你先至唔會迷失方向，誤入歧途。所以佛好慈悲，了解我哋末世眾生嘅狀況啊！各位懂得呢啲道理，邪法同正法，你就有能力辨別啦。第三，學佛前買嘅皮褸、皮鞋，自己唔着，可唔可以送俾人哋？定係埋咗佢哋先好？從前買嘅仲可以着，仲可以用，着爛咗先抌咗佢。你未着爛，你唔係浪費啦咩？所以佛教我哋愛惜物力，唔係教我哋浪費。你買嘅新嘅嘢，好新嘅，好好嘅，可以送人，送人冇問題，可以送人。自己用已經覺悟啦，唔再買啦，咁就得啦。
尤其是皮衣，供養老人最好。供養老人喺佛經度，佛有開源。出家修行人可唔可以着皮衣呢？戒經度有70歲以上身體虛弱怕冷，非皮衣就唔保暖嘅可以。所以佛通情達理啊，佛好好講話㗎。佛雖制定戒律，並唔係好執着㗎，要睇情形。你身體唔好虛弱，年紀老都有開源。所以佛家所制定嘅戒律真嘅係合情合理合法，我哋應該要遵守。第4個問題，朝陽寺有一位居士，止語修行2年幾，我後嚟發現佢心底並唔清淨，言談中現煩惱相。我認為呢種修行即斷咗同眾生嘅法緣，呢種苦行係好悲憫嘅事，請師父指明呢種修行方法啱唔啱？你嘅諗法好正確啦。止語目的係專心，遠離外緣嘅干擾。口雖然唔講嘢，仲時時用筆嚟寫啲嘢傳遞俾人哋，你話咁幾麻煩呢？你寫啲嘢俾人，不如講話方便啲啦，係咪啊？呢種止語呢，係形式上嘅止語，念頭上佢冇止住。祖師大德教我哋修行，從根本修。根本係乜嘢？根本係心地啊！要求嘅係心地清淨，心地唔染，心地離緣，咁先啱㗎。形式上你講得好啱，形式上遇到有緣嘅眾生要幫助人，止語亦可以幫助人。幫助邊啲人呢？廢話太多嘅人，睇到人哋唔講嘢啦，多話不如少話，少話不如唔講話。但係要契機，你所示現嘅，如果唔契機，你呢種示現係白費嘅，冇人會懂，冇人能夠感化。咁就唔使啦，換一種方式示現。總而言之，我哋心之所思，行之所為，一定要利益眾生，對眾生有好處嘅，唔會利益眾生嘅，我哋唔做。我哋嘅時間有限，精力亦有限，應該多做有利社會大眾嘅事業，感化社會大眾嘅事。第5個問題，念佛求往生，但係又喺屋企供仙，呢種係佢哋多生多劫嘅緣分，佢哋點先避免臨命終時往生產生嘅障礙？呢種事情有。喺香港我就見過，非常虔誠嘅佛教徒，屋企度仲供狐仙，
大概係未學佛之前，佢就供狐仙啦。狐仙保佑佢，對佢有恩德。學咗佛之後，仲未能放下，可唔可以繼續供呢？喺情理上可以，每日誦經念佛俾狐仙聽，勸狐仙一齊念佛求生淨土，咁係好事啊！你亦度咗佢啦。狐仙雖然係仙人，佢未離開六道，佢未離開輪迴，佢嘅福報享盡，壽命盡啦，仲會墮落，仲會輪轉，唔能夠解決問題。好似嗰啲天仙、鬼神，我哋供養，請佢做護法神，供養喺佛像兩邊，請佢做護法神。每日等佢同我哋一齊做早晚課。你屋企供嘅嗰啲狐仙一類嘅，你嘅早晚課一定要好認真，你唔認真佢會嬲㗎。佢會懲罰你，一定要好認真咁做，自利利他，自他兩利，好事啊！所以唔使將佢請走。通常有唔少同修屋企供咗祖先牌位，咁係諸佛菩薩讚歎嘅。我哋嘅祖先牌位亦供喺佛像嘅兩邊，我哋拜佛亦拜祖先，我哋敬佛亦敬祖先。敬佛係老師，敬祖先係孝道，咁都係好如法嘅。實在講，值得提倡添。佛教我哋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我哋念念不忘，咁係遵守佛陀嘅教誨。呢度有兩個問題，佢話我喺北京讀書時，一來自廣東女同學話佢喺廣東讀高一時，一校友日日同一啲人喺後面跟住佢，並且講出佢心裏想嘅嘢，包括個人嘅私隱。佢諗佢諗乜嘢都講得出嚟。佢好害怕喺屋企停學2年，沖涼都唔敢，因此時時唔固定居處，怕嘅係俾佢哋揾到。曾經幾次忍唔住要自殺，佢好想知道點解。心裏頭諗嘅嗰啲人都知道，呢種亦係屬於冤親債主嗰一類，因緣聚會係佢嚟報復。遇到咁嘅情形，亦算係好嘅，亦增上緣，逼住你唔敢唔認真努力修行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別執着，你就得諸佛護念，得龍天善神擁護。
呢啲冤親債主自然就能夠遠離啦。要真情心求佛菩薩，如理如法咁修行，呢啲人點會知道佢嘅私隱呢？佛喺經度話俾我哋聽，鬼有五通，好似狐仙佢哋嘅神通係修得嘅，鬼嘅五種神通係報得嘅，佢唔使修，墮落喺鬼度，佢就有呢種能力。所以感應篇裏面講得好好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咁講係真嘅，唔係假嘅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我哋肉眼睇得到嘅，如果同睇唔到嘅嚟比，睇唔到嘅比睇得到嘅多好多倍啦。起心動念唔可以唔正啊！心念要純正，行為要純正，鬼神都會尊敬你。點咁欺負你呢？你心裏面有私隱，不可告人嘅事情，唔係好事啦。心裏頭光明正大，咁先係好事，鬼神就唔會欺負你啦。所以你將佢當做逆增上緣，策進自己，又何嘗唔係好事呢？第二個問題，佢話夜晚夢見一個同學，同一個人喺床邊轉嚟轉去，要走嘅時候對我打招呼，等我好好咁瞓覺，佢要走啦，從窗口走嘅，咁係咩原因？通常嚟講，係你嘅氣好弱啊，你嘅精神意志唔集中，所以見到嗰啲鬼神，雖然冇惡意，亦唔係好事。你見到之後，見怪不怪，唔好擺喺心度，唔好時時諗住佢，多想佛，多念佛。經常同我哋講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咁呢啲唔正常嘅際遇，自然就冇啦。呢位同修問，佢係新西蘭嘅，佢話大概喺3星期前，我做晚課嘅時候，憶念起我嘅祖母，當晚就喺夢中見到佢，雙眼唔見咗，腳唔會行。我當時教佢念法，佢照做啦，我就離開啦。又1周之後，我又喺夢中見到佢，相貌完好，生活無憂，我心裏面就安心無慮，請法師幫我解夢。解夢呢種事情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裏面講得好多，講得好好。你哋仲記唔記得啊？夢見家親眷屬係已經過去嘅嗰啲人，你夢到啦。你夢到嘅時候，佛喺經度講，佢有求於你，求你幫助。所以夢到呢啲事情，我哋應該好虔誠咁誦經念佛回向俾佢，佢就要求呢啲啦。所以你夢到之後，你要為佢發願，我念10部彌陀經俾你，或者我念100部彌陀經俾你，
我念1萬聲佛號俾你，我念10萬聲佛號俾你，專為佢念嘅。佢嚟求你呢啲嘢啦，你應該要幫助佢。至於你念幾多部經，念幾多佛號，以修行功德回向俾佢，咁係由你自己定嘅。睇你自己有幾多能力就幫佢幾多，一定要幫助佢。你咁樣做，以後就唔會再夢到佢啦。呢位同修話：請問老法師，我哋居士幫往生者助念，會唔會影響自己嘅修行？會唔會背因果？有居士問：我哋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，但係唔知道西方極樂世界喺咩地方。好奇怪啊！唔知道喺邊度，你仲會相信啊？第一個問題，你幫人哋助念，幫佢往生，對自己絕對係殊勝功德，係好事。呢種事情絕對係好事，佢嘅惡因惡果絕對唔會惹到你身上，冇咁嘅道理。你能夠幫人往生，大慈菩薩話，真正能幫2個人往生，都比自己修行精進。佛講呢啲話，就係勉勵我哋一定要肯幫人哋。幫人哋第一殊勝，就係人喺臨終嘅時候幫助佢，助念幫佢往生，佢往生就成佛啦。你幫一個人去做佛噃，咁仲得了嘅？你肯喜歡時時幫助人哋，我哋自己臨命終時就有好多人幫助我哋。我哋唔肯幫助人哋，嫌棄人哋，到自己臨命終時冇人幫你助念，咁叫業因果報啊！西方極樂世界到底喺邊度？經上講得好清楚啦，喺我哋呢個世界西方過10萬億佛土㗎，唔係講得好清楚啦咩？我仲可以講另外一個地方咩？如經所言，但係有人懷疑西方，我哋喺地球向西行，行下行下又行返嚟啦，咁點至好呢？佛經裏面講嘅西方係娑婆世界嘅西方。咩叫娑婆世界呢？釋迦牟尼佛嘅報土係呢一個大千世界嘅西方。可見得唔係地球嘅西方，係大千世界嘅西方。大千世界太大啦！以前我哋想嘅大千世界可能係銀河系。如果以銀河系嘅西方嚟講呢，確實釋迦牟尼佛嘅12000年嗰個西方冇改變，佢移動嘅角度唔大。方向仲係正確嘅，所以佢唔係講我哋呢個地球，係講釋迦牟尼佛嘅大世界。咁黃念祖老居士講呢個銀河系實際上係個單位世界，呢個問題大啦。釋迦牟尼佛報土幾多個銀河系呢？10億個銀河系就係個大千世界。10億個銀河系咁大嘅星系，而家科學家仲未發現。等科學再進步，慢慢咁嚟探討，睇下喺宇宙之間能唔能夠睇得到。不過我諗好難睇到。點解呢？我哋無論用咩儀器，亦只係喺3度空間，
冇可能超越空間維次。咁樣嚟講，仲未曾斷除你嘅疑惑，唔緊要。無論佢喺邊度，我哋有個信號，呢個信號同阿彌陀佛溝通，咁航向就知道啦。呢個信號就係阿彌陀佛呢句佛號。我哋念呢句佛號就好似喺度打電報咁，嗰邊嘅電報就通啦。我哋呢個航向係通嘅，無論喺邊一邊，呢個航向絕對通，絕對冇問題。老實念佛，何況到臨命終時，哎呀，你亦唔使辨別方向，阿彌陀佛嚟接你啊嘛，唔使認路噶。佢嚟接我，我認路做咩啊？我喺美國住咗10幾年，冇一條路係我認識嘅。點解呢？去邊度都有同修嚟接我，所以唔使識路嘛。絕對要有信心。佛臨終嚟接人，生前有志捐贈器官，但係唔知臨終前後動手術切除器官，會唔會影響往生？咁真有問題，你問得好好。如果臨命終時切除器官，你一啲親恨心都冇，咁得。如果喺嗰個時候你又痛苦又後悔，慘啦！極樂世界你去唔到，立刻就墮落。所以我哋冇把握呢種事情，係你要有定功，你得定先得。你冇定功，咁係一件好冒險嘅事情。你捐獻器官只不過幫助一個人延長幾年壽命嘅咋。你如果成佛之後，你喺虛空法界，唔知道會度幾多眾生。呢筆數要識得計啊，唔好計錯數啊。第二個問題，日常生活工作應隨時念佛。如果所做嘅嘢需要用心思嘅，譬如知識分子做緊嘢，應該點樣對待？咁樣好簡單，工作嘅時候將佛號放下，係你用思考嘅，唔用思考嘅冇問題。一面做嘢，一面可以念佛，或者可以聽佛號。但係用思考嘅，咁就唔得啦。絕對要專心做嘢，做完之後將工作放低，佛號提起，咁就得啦，咁就正確。有人問佢自己係聽唔到嘢嘅人，臨命終時應該點樣為佢助念？咁應該係講聾人啊，聾人聽唔到嘢，佢係耳根有障礙。各位要知道，佢神識冇障礙，耳根有障礙，神識冇障礙。佢臨終嘅時候，佢根捨除咗，神識清楚，念佛絕對有效。好，呢啲問題總算答完晒啦，我哋落堂。